大家好，第3日嘅行程，我去咗新加坡動物園，搭地鐵到卡迪站喺 A 出口轉左，然後直行100米左右就到動物園接駁車站。好快就到站啦！落咗車後，見到沿途都有指示牌。如果有時間，仲可以玩埋夜間野生動物園同埋河川生態園。按住指示行，好快到動物園啦！入園先排隊坐呢架遊園車，遊園路線係循環嘅，總共有4個站。我隨意喺第3個站落咗車，一路見到大犀牛、斑馬，遠距離見到獅子、長頸鹿、陸龜、科目多龍、紅毛猩猩、袋鼠、馬拉虎、水獺、亞洲象。嚟到室內，見到蟒蛇等爬行動物，仲剛剛好到表演時間嚟欣賞海獅表演。上午10點同下晝5點各一場，表演好精彩。睇完表演就夠鐘離開動物園啦。跟住我搭地鐵到牛車水站，行去唐城坊商場，有好多食肆。要試下呢間出名嘅松發肉骨茶啦！我叫咗一份大同一份細嘅肉骨茶，大份呢碗排骨多啲，湯好夠胡椒味，湯飲完仲可以無限加。食完逛下呢間商場嘅超市，買下手信。有萬金油、驅風油、炒辣蟹醬料、松發肉骨茶包、百勝廚嘅各類醬料同肉骨茶包。其他牌子嘅肉骨茶包。牛車水站 A 出口就係牛車水街市，夜晚都好多人逛呢個街市。行4個街口嚟到牛車水大廈，1樓係服飾批發，2樓就有好多食店。第4日，我又嚟到牛車水，嚟呢間亞坤總店食早餐。我叫咗咖央牛油多士套餐，咬咗啖咖央牛油多士，好香脆。半生熟嘅蛋要加啲豉油，再試埋杯拉茶啦。跟住我見到斜對面有間班蘭蛋糕店，買細塊或者成個都得。原味大約130蚊港幣一個。
附近仲有間胡振龍，主打賣牛肉乾，亦有賣肉骨茶、榴蓮乾等手信。買完手信，逛下附近嘅佛牙寺。出名嘅珍珠舫，行幾個街口，仲有間牛車水原貌館可以逛下。一路行就見到水果檔有好多品種嘅新鮮榴蓮，不妨買嚟試下。中午我嚟到麥士威熟食中心揾嘢食，牛車水站行過嚟要15分鐘。離麥士威地鐵站出口2出嚟就到。天天海南雞飯出名到排晒隊，雞飯有分細、中、大碟。我叫咗大碟嘅白切雞同燒雞雙拼雞飯，中碟嘅白切雞飯，仲有碟芽菜。呢間係食喇沙麵，有7款麵揀。我叫咗碗新加坡喇沙，有少少辣。呢間羅野小食店，我叫咗碟唐人街薄餅。排隊嗰陣見到製作嘅過程。碟唐人街薄餅，味道酸辣。再試下呢間印度菜，我叫咗印度薄餅配印度咖喱醬，辣辣地。我仲試埋呢間海南雞飯，叫咗細碟白切雞飯，味道都 OK。呢度仲有好多食店，任君選擇。呢間食炒飯炒麵，肉骨茶店。呢間食煎炸嘢，泡飯泡麵店，研磨豆漿店。如果嚟食嘢，記得揾咗位先啊！食完嘢就搭地鐵嚟到武吉士地鐵站揾 C 出口，由 C 出口嚟到白沙浮廣場。呢間商場有間超市，有萬金油、肉骨茶、咖椰醬、榴蓮乾。行完超市，嚟到間麵包店，見到多款包點，班蘭蛋糕，蛋糕好抵買，仲有多款口味嘅蛋卷。行去對面鋪，見到呢間名牌蛋糕店，最出名係班蘭蛋糕，一定要買嚟試下。離開商場，嚟到對面街嘅武吉士街行下，呢度有好多小食店。入嚟見到好多賣衫褲嘅檔口，價錢好抵。
好似東門步行街，外面鋪頭仲有水果檔。跟住我嚟到呢棟樓樓下嘅熟食中心，望下有咩食。呢間又係食海南雞飯。食素嘅小食店。呢間食咖喱飯。呢間係米芝蓮嘅食店，我叫咗碗咖喱米粉，碗粉好好食，咖喱夠香辣。新加坡之旅去到尾聲，要搭地鐵去機場啦。星耀張2最近機場 T1。機場 T2或 T3入境要搭免費嘅 SkyTrain 過嚟。嚟到機場梗係要睇呢個全球最大嘅室內瀑布與漩渦啦。然後我哋就結束今次新加坡之旅啦。今次介紹咁多，下次再見。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分享我段片啊！